亚太区上大邮轮地中海鹰耀号，测试为基隆港出发去日本的沖縄湾，本地今仔日要转来，却因为船过样，有1800个台湾旅客掉伫咧日本。观光署是强调讲，目前船公司等咧检查，上紧后礼拜2会转来基隆。若船有安全的问题，嘛会包飞行机甲游客拢载转来。 邮轮的大厅四界拢是人，赶紧到柜台来问，因为原定5天4暝的日本宫古岛、Okinawa 航海行程，可能无多少时间转来台湾。请以自行预订从那霸返还台湾机票的客人，前往5楼前台右侧的旅行社柜台进行登记报备。 亚太区上大邮轮地中海鹰耀号测试载4000多名旅客加工作人员对基隆港出发，无想到航程中邮轮雄雄故障，唔但影响到原本车飞要转来基隆港落船的1800多名台湾旅客，连原定车飞要对基隆港坐下一体一个旅游行程的2700多名旅客也无都来上船。台湾的旅行社可以帮忙协助划机会，然后目前大家就是一团乱。 地中海鹰耀号也公布上新赔偿方案，旅客是专业退费。为了要核实的，预定时头一个甲第二个旅客会得到已经付的邮轮票价50%的抵用券，第三个甲第四个大人会得到每一个人75块美金的抵用券。伫明年底进行任何地中海航程拢会使使用。也若是有旅客想要留伫日本佚佗，也提供交通的补助。行程上面的一些就没有办法进行的部分，或者是有一些权益受损的部分，当然可以主张跟平保协会这边来提起，就是调解。观光署讲，这邮轮公司才伫进行船只检测，并且处理交通甲赔偿的代志。若船只安全无问题，有加车闸出发转来基隆港；若是有安全的问题，也会甲包机纳入私运的方案。包机的费用会由旅行社甲邮轮公司协商来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